啊，这就几碗了吧？来2碗粥，俩馍，1盘猪头肉，1盘花生米。哎，老三，这是谁？我闺女。可是找的不来，去人家没？等着你给做媒嘞。爹，家里都挨饿了，榆树皮儿都给剥光了吃。你这儿的吃食可比家里强。我呀，这半年都是走住的，凭我干活的把式，经营的主意，走到哪儿都会有人用得上我。一到查身份的时候啊，我窜的可快了，谁都抓不住我。你以为躲在山里就没事儿啊？现在又打上仗了，人都查得可严，咱那儿也一样。前阵子头脑想运一批药品给解放军，差点就叫孙克贤给逮着查出来了。还有那朱梅设了老多关卡，也就最近他县里有事儿才给撤了。听着，孙克贤那旅呀，这阵仗打得可不怎么样。可不，县钱粮食都给捐出去了，都挨饿呢，又是饥荒又是闹旱的，这里日子可不好过。哎呀，你咋还是一个人呢？我头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还没嫁人。谁要我？你再不嫁人，就真的没人要喽。可稀罕他们嘞。爹，我怀了老孙家的娃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我给老孙家传宗接代，你在家带孙子。今儿晚上你就住这屋，我到旁的屋挤挤。哎，爹，你啥时候跟我回去？葡萄，我跟你回去，你老受苦嘞。我乐意，谁叫我爱受着呢？你别费这个力气了，明天早上坐车回去。我带的是2张火车票的钱。我可真恼了，你这个孩子咋那么不懂事呢？别装，别装！我打小就知道，爹不会真和我脑袋。你真不走？你走我才走。接管了菜市场，要对劳工户籍登记造册。我跟你回去。好，那走了。快！哎，走。这地窖已经不是地窖了，是个屋了。
哦，这地上还铺上了砖啊！啊，墙、顶都刷了新石灰。哎，可不是。可我又成了半个死人了。谁说的？改明我再把那院墙垒高了，没人的时候你上去遛弯散步，做活都中呢。歇着点儿，别累着自己。不累，爹。等孩子生出来，咱一家人守在一块儿，可美了。可怜的孩子，还没出世，就没了爹。那怕啥？他有爷爷疼，还不是一样？葡萄，你可回来了！我嫁到这太平镇30多年了，还没有见过这驴这么累，什么东西也不吃。我看你给他捣鼓点药灌下去试试。别灌药，灌药他老受着累，用不着。哎，不过你来了，你看他那眼睛放光了。累了吧？就这么躺会儿啊。用不着费劲支着脑袋嘞，躺着呗。葡萄，你喝汤没？锅里有呢。我吃了。那你进屋喝口水吧。不喝，这就把驴牵回去。哎，这驴在草坡上吃草的时候就倒下了，我看不中了。黑妞跟我在一块儿有10几年嘞，我跟她一般高的时候就喂她。后来他老了，我就把草扎得细细的，把料拌得匀匀的，再喂他吃。再后来车也拉不动，就只叫他拉拉磨，喂的还是花生饼嘞。可眼下人都没吃食了，估计真熬不过这茬儿了。葡萄，这黑妞跟我以前似的老赖。咋把他领回家呀？我看你也别弄回去了，就在这儿杀了烙点肉吧，把皮剥下来送到药房，还能落点钱。你弄回去，明天早上他死了，肉可就没人要了。去，借把刀去。哎，哎，赖子，不用，别忙活了，咱站起来了，能走嘞。来，走。太平镇啊，全不是旧时的模样了。哎，我咋就觉得这一夜之间，咱镇上的人穷的连口饭都混不上。外边好，你回来弄啥？葡萄，咱是一家人，我啥话都能跟你说。我刚出门那会子，在云南市赚了些钱，可是为了我这婆娘，我得罪了当地一个军阀，就只好带着我爹逃到陕西。那个地方是共产党说了算，他们好人人按劳分配，你做啥工，做得好赖就得多少钱。我没啥本事，那靠我一个人打零工挣的钱，养活这一家3口老不容易。哎，我爹呢又常常念叨着想要回家，这不就这么着吗？咱们才回到这太平镇上，也没成想啊，咱镇上居然落魄成这样。那你这回还走不？能往哪儿去啊？爹说在外头这几年，人老像是飘着，这心里头他不踏实，他就是心心念念想着回家。哎，对了，葡萄，你前几日出门可是去宝鸡啊？哪儿能啊，上了趟洛城，瞧瞧你童脑哥。他啥时候回来？最近老忙，估摸着过一段日子吧。黑妞病着呢，回家去了啊。哎。哦。你瞧你，这口水都不断线的流。
眼睛都没神了。万一你要是夜里死了，我就送不了你最后一程了。我今晚上陪你啊。不能等他死，得赶紧杀。再等等。杀了他，给你补补。我看你瘦得厉害，我杀过驴，拿刀去吧。爹，咱家只有菜刀。菜刀也中啊。不着急，这会儿，明儿一早再杀吧，啊？那要不你先去歇着，半夜里要是不中了，我再叫你起来杀。黑妞，你都比头脑还大了，咱都是这家的人呢，这辈子都是。这老家伙最熟的就是这没头没尾的路，蒙着眼睛走的路。咱就是想叫咱知道他还不是一堆驴肉，他还知道自己能干啥活，不叫咱把他杀了送驴肉店去了。我跟黑妞处了那么多年，他的心思我最清楚，就像我的心思他都清楚一样。黑妞不想死，跟我似的。那我答应天亮要杀他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没人护着他了。
老高，曾根长，一路上辛苦了。两边都安排妥当了。初3下午2点，在洛城医院，那边有杨旅长接应你，跟他们孙师长见面。好。哟，两位小姐，可是来定制喜烤啊？是的。哎呦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高老板，嘿，来了。这件红袄我要了，把它包起来。这没干菜式的衣裳能往身上穿？你穿上试试呗，好看。腰身太紧了，穿不上，憋死人嘛！你拿我耍呢？哎，葡萄，你回来。葡萄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怀上了我的孩子？弄了半天，原来是锄头挂在胸口上，挖空了心思问这个。我告诉你。你别骗我，我是医生。你瞧你那蠢里蠢气的步子，你要没怀上，你能那样？使溜镜子的步子更蠢呢，你没见？他也怀上你孩子了？你那天在山路上，你泪汪汪的，像是有话要跟我说，是不是就想告诉我，我要当爹了？想得美你，啥都没怀上，那天就是去送送你。早知道那麻烦，不去送。马上就要到年关了，镇上正举办荡秋千比赛，你要是没怀上孩子，你去荡个秋千给我看看。正好，我最喜欢荡秋千，去就去。葡萄。哎呀，来快擦擦！哎呀，没成想你荡的还中啊！听你这意思，还有啥不中的呗？中，最中的就是你嫁给我当婆子。哎，要说荡秋千呀，还属当年葡萄最中嘞。哎，对了，葡萄今儿咋没来呀？汤面啊，散了没？散了。丫头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姥姥肚子里。葡萄，你去上去当个满员，我叫赖子认你做干娘。哎呀，你！嘿嘿，那今儿吹了啥邪风啊？咋大家闺秀都上这儿来耍来了？
准备结婚，你这么叫的。你不是不信吗？这会儿你信了吧？你说，你想咋样？你咋呀？能养就养着呗。你一个寡妇，怎么带孩子？你放心，不会有人知道我大肚子的。我怎么就那么不明白呢？你怎么就不能跟我走啊？孙少阳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哥，我是你弟媳妇儿，你凭啥叫我跟你走啊？这些大洋，你收下来。我马上要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，事关重大，今晚就要走。我本想年关的时候回来陪你开开心心的过年，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你别拿那件红袄撒气啊！我只是想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也没给你买过一件像样的东西。葡萄，这吃都吃不上了，你还捡它干啥嘞？管啥都没有，咱这年还得过不是？中，那这几副你卖我吧。来，行，拿走，还要你的钱呢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给你和乐生再减副双龙戏珠。行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！各家各户注意了！我瞅瞅去。报给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太平镇有救了！过几天，县里头就要给我们拨发麦种，到了明年的年底，我们就可以吃上扁食了。我当是啥事儿了？感情是8月15吃元宵，这迟的都不知哪儿去了。这眼下没吃食，
能不能熬到明年开春还俩说呢。就是，这多久没下雨星子了呀？眼瞅着井眼一日日小了去，这光有种子顶啥时啊？老爷，最后那批棉衣我已经清点整理好了，可以上路。回去再说。这么漂亮的戒指，这不是双龙戏珠吗？国军里一个，解放军里一个，原来我们太平镇最会算计的，是你王葡萄啊！你身上可好些，那天见你荡秋千还不舒坦呢。你用不着从此钻进荷塘里，假充好人。你该巴不得我摔死了，就没人碍着你好事儿了。可我得告诉你，你甭想，我不会让表哥上你这脚踏两只船的小人的当。孩子的事儿，我没啥说的，你挠我吧。可是外边打大仗的事儿，你我都不懂，可不行胡说八道。万一出了啥岔子，都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你怕了？正好，我等的就是你怕得泪流满面的那天。来，葡萄给我拿窗花，这大过年的沾沾喜气。就这俩吧。哎，行。剪好了啊，我瞅瞅，这不，呀，好看，谢嘞。谢啥？哎，葡萄，你说那个大麦种能管饱不？管，你甭做熟，就这么生吞啊，到了肚里面啊，它还能长出两串来，顶老久的鸡了。没正经的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你哪来的大麦种啊？卖肉来，卖肉来！新鲜的猪肉啊！你帮我看会儿摊子，我去买点猪肉啊。又买猪肉啊？你真舍得！你买那一回猪肉啊，搁我家初一吃到15的了。那是你家抠门，包个扁食就指甲盖那么大的猪肉，我一天就吃完了。卖肉来，卖肉来！新鲜的猪肉啊！给我来块五花肉。好，大的要哪块？这个，这有肥有瘦的。好嘞。哎，我说葡萄啊，上次我婆娘来跟你说的那个事儿，你就不认真寻思寻思了？我那个远房亲戚，人真不错，家里夯实，人又勤快能干。哎，就是头几年死了婆娘。你那表弟弄好的条件，这一吆喝，上赶着嫁他的闺女从街头排到街尾呢。我一寡妇咋般配？来，拿吃，走了啊。
同志啊，爹来看你来了。今儿个是大年初一，爹想你了。爹跟你一块儿过年啊，这是冬家呀送给我的点食，爹呀没舍得吃，爹特意给你拿来的啊。同志，你还缺点什么呀？啊，跟爹说，爹呀都给你买啊。这个娘们，娘，我带媳妇儿给你上坟来了啊，看看你。哎，桃花，干嘛？你别闹了，这咱娘坟前嘞，你也不怕惊个祖宗？哎，这大冬天的，怎么野猫子还这么折腾啊？我想闹啊，可我这肚子饿得慌。早知道跟了你会忍饥挨饿，我还不如嫁了那个汪司令，给他做18姨太呢。好歹人家不愁吃穿用。你说你天天瞎乐乐啥？一天到晚。哎，桃花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说来着。你记得有一年我让日本军给抓走了。嗯。他们让我往山上扛东西。嗯。我们其中有一个人把箱子给摔破了。你知道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吗？啥？全是罐头。啥？罐头？是。那时候仗打得紧。我寻思啊，那罐头里80%装的是日本吃食。现在仗打完了，也许那批罐头还在山上嘞。那在哪个山上？你还记得不？啊嗨，找呗，那人饿极了，准能找着啊。香花不一定好看，会说不一定能干。你先找着再说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小孩说话的声音呢？咋样？娘身上烫得厉害，药都快喝完了，也不见有啥起色。娘这是饿的，整天吃些野菜糊糊，身子哪能顶得住？娘饿。乐生乖，咱白天的一餐饭是已经吃过了，得到晚上再吃一餐啊。娘，我饿。来，乐生，上娘这儿来。乐生在娘这睡一会儿，等睡醒了，一睁眼睛就有饭吃了，好不？这不长眼的老天啊！一日日的把娃娃都饿得脱了形了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也有过得舒心的。陶明不是听人说克贤老爷家得了一批大麦种啊，也怪我们命赖，让娃子这么小就跟着我们受这么大的罪啊！我可是听说那批大麦种是县里发给咱太平镇百姓的，就是不见咱孙大镇长往下发就是。按说不该呀，镇长家可能缺了吃食啊。这哪知道啊？咱这个镇长缺德、缺本事、缺心眼儿，可就不缺他自个儿的。
壮嘞！去个啥年？就叫挺，甭管啥日子都能挺过去。听着你娘用的宽布条子，勒得老得劲的，才8个月多点就出来了。